仲那些年，柯震東都坐完監再放翻監啦，連沈佳宜、陳妍希都就快做人妻啦。拍大陸劇《神雕俠侶》，未拍嘅時候就俾人笑似小籠包多過似小龍女，拍完之後收視又唔掂，但係因為呢套劇，陳妍希就搞掂咗扮演楊過嘅大陸演員陳曉喎。拍劇嘅時候冇事發生，直到上年年底做宣傳先開始有嘢，到今年8月俾傳媒影到兩個人去酒店同一間房過夜，之後就大方承認戀情，仲要愛到非常高調，經常俾人影到喺歐洲出沒，慌死大家唔知佢哋拍緊拖，前後一年貨仔都冇，就話求婚成功啦。幾日前有網民發現咗兩個人喺街頭擁吻嘅片段，已經傳出陳曉求婚成功，到消息獲得確認，大部分網民都恭喜啦。不過都有人講出另一番意見，話陳妍希好傻好騙，始終陳曉嘅前度就係陳偉霆緋聞新歡趙麗穎，關係複雜。不過我比較留心呢一句，台灣啲靚女都嫁晒大陸咯。